前几天卫生局也是打电话来啊，说我抽烟也被检举啊。那我说啊，没关系，检举就算了啊。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我问你们一下，连抽个烟，连我这一台我抽个烟也要检举吗？下个礼拜五要去卫生局，我跟那个卫生局人员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过去啊。如果是我也是鼻子摸着也是认的啊。但是我有开上来干掉酸民吗？没有啊。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我问你们一下，这几天你看我直播看下来之后，我有干掉酸民说他检举我抽烟吗？我有没有？我根本就没有嘛。今天如果好没关系，我就默认了，好，我就默认了，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心里一定会干啊，你心里没干吗？那别台是抽那么大，为什么不检举？就是检举我而已，很简单嘛，因为为了针对你而已，就是要针对你啦。你别人以为惨，就是要针对你啦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啦。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们前几天有听我说过我抽烟我被检举的故事吗？根本就没有嘛。我下礼拜五就要去啊，去那个彰化卫生署啊。对啊，我可以不要抽烟啊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，我默认黑不要紧。回地红检举就检举，我知道你不是在酸我，好阿大，我知道你不是在酸我，我是要置顶起来说，我要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我怕留言刷太快，我怕留言刷太快啊，不是为了不是要跟你打嘴炮，是因为我针对你的问题而回答。那我问你一下，阿大，我问你教小弟弟如何做？你叫我没有走，我问你，那你教我怎么做直播？开上来先跟大家打招呼，好声好气的吗？以上这几点，我线上的客人都可以帮我做证明。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我问你们一句话，帮我做个公亲。我每一档开直播，我开上来，我有没有好声好气的跟你们在聊天？有打有，没有打没有。来，没有分享次数，来88次。来，你们自己打有没有？有打有，没有打没有。没抽烟就不会被检举，没事找事做。江志国大哥，我跟你讲哦，咱这吃薰的人有当时啊就薰会见，好薰会见，还无要紧，你听有哦，好那个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一趴就是我被检举了，但是我默认，但是我心里有一点不平衡，就是说每一台都有直播主在抽烟，为何不检举他们？那是不是我可以联想说，是为了针对而针对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江志国大哥，安尼你有了解不？好，我相信你讲这种话，应该是你无吃薰啊，好，或者是你有抽烟的，那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一定有烟瘾，但是我们为了避免，好，我们为了避免，我也是把头转过去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我也是默认的，我也是没在跟你靠北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说啊，反正就是这样的啊，遇到就是面对而已啊。你讲的不是很对，因为现在已经是无差别对了。做好做坏都一样 ，A 大，我说的你这一句都没有错。今天假设我如果做的再好，还是有人会靠北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无聊，你就是无聊。因为有些酸民，我说真的哦，这一趴事情你们听太多了，这您听看这样，酸民有分两种，有分两种。他第一个就是为了公平正义而存在，今天你好小好的，他就一直开你副本。但是有些酸民就是第二个酸民就是他就是无聊啊。屁孩国中生啊、高中生、大学生啊，还是无所事事的老灰啊那一种的啊，像那个谁，那个普德有没有很出名啊？下个礼拜2要开庭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妨碍名誉我们家的嘛，他很无聊啊，40多岁了啊，我到时候看他长怎样嘛，对不对？酸民就是有分两种，我就一直讲了，好的酸民你持续下去，好，就是你为了公平正义，这些酸民你就持续下去，你持续下去，做你该做的事情，这是对的。这是对的，但是有些酸民就是不懂，干你娘鸡掰就是为了酸而已啊！我就看你收摆，我就是要甲你检举啊！我就看你盖大箍，我就想要甲你检举啊！恁爸就看你大型，就想要甲你检举啊！我感觉干你娘，你目睭都无水，想要甲你检举啊！就是有些是屁孩啊，就是有些屁孩啊！像前几天卖东西卖一卖，说有那个牙齿的味道吗？牙力鸡掰的牙齿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种问题我要怎么回答？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们教我回答。好不好？来，阿大，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。那你有任何问题，你欢迎再打上来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帮你取消置顶一下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那个，好，记得偷拍普德的照片，好，我会偷拍给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那高雄人嘛，那也知道啊，不要心存侥幸啊，真的啦。然后很扯的事情跟大家讲，你不管是检举就算了啦，不管是检举就算了。酸民，我不知道是哪一挂的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如此的神通广大，可以找到我们的厂商。
可以找到我们的厂商，然后打电话过去，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各位线上朋友，你们知道打知道。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们想知道什么事情的，你知道打，想知道打想知道，想知道打想知道。只要跟天风有关系的人，好像都后果很惨。其实也还好了，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不然怎么办？好，阿大拄到啊，就是面对尔。啊，你要砍不练黑吗？迄无意思啦。你听有无？砍不练天风吗？嘛唔对啊。砍不练酸民吗？嘛怪怪啊。啊，要安怎讲？啊，拄到就是面对尔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想知道说，不知道哪一卦酸民的啦，他真的得到我们厂商的资讯，然后打电话过去。刚刚厂商送货过来的时候，有跟我们讲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我跟你讲一个概念，没有把我逗点去。他打过去，他说：“欸，老板你好，头家跟我讲的，讲头家你好吼，啊，阮这是胡凯斌呐，啊，头家就是不以为意嘛，对不对？交东西嘛。那个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胡凯斌哦，他说。”你们货哦不要再出了哈，因为你们那些货都是垃圾货。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们觉得夸张打夸张？迄头家讲啊，你哪里讲？你是不是假账？你是谁？哦没有啦，我是凯宾的那个员工啦，嘿啦，我凯宾员工啦，嘿安怎啦？啊，阮凯宾哦，即摆就是歹甲你叫回来，讲你拢垃圾货。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我厂商得罪谁啊？什么叫垃圾货？什么叫垃圾货？一个艺术的东西被你讲成垃圾货，那干你娘鸡巴，那你真的是不懂艺术品。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？胡凯斌都已经离开家，他还可以假借胡凯斌的名义说他是员工，然后打电话来给厂商，甲讲啊，阮胡凯斌讲恁兜拢垃圾货，歹甲你叫回啊啦。啊，你是在挑拨离间吗？你今麦是在挑拨离间吗？干你娘鸡巴！你今麦挑拨离间吗？厂商刚好来送货，最后一批货送过来，我们还要跟他订货。伊讲啊，你这个问题敢不处理一下？我问讲啊，凯宾人呢？我讲啊，凯宾就出去啊。啊，即摆规间公司就阮股东咧做处理安尼尔。啊，叫回就是找阮阿妹啊。啊，哪有可能？我讲哪有可能人打电话给你啊？我不可能人家打给你呢，要打的是我们家阿妹要打过去给你的啊，就是巴拉龙卡的嘛，巴拉龙一定是叫回迄个嘛。你在点货嘛？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敢没讲？非常他妈的很莫名其妙，你要断我人家财路，不可以这样子吧？你要挑起纷争吗？线上好朋友，那你们觉得我要怎么做？不要骂脏话了，待会又检举，那是我的口头禅。好，那块口头禅，阿大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感谢你啦。爱奇怪口头禅，好，今天我骂脏话，我没有指名道姓任何人，安内你有了解不？啊，感谢你提醒我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啦，不骂真的是不愉快啦。嘿，有当下心来压掉嘞，物件咱讲赞呢。有些东西我说真的不是事实，你也可以把它扭曲成那样子。啊，阮一块白布头你应该乌去。无啦，你都有什么代志我嘛讲过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以和为贵。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我讲的对吗？那你认为老邱讲的对吗？凡是有任何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当面坐下来谈，或者是你可以私讯粉丝团，看你的问题点在哪里，你可以反映给我们听，而不是私底下，哦，或许跟你很好啦，直播还可以跟你打招呼啦，嗨，你好哦，老胖鹦鹉老邱晚上好。可是你私底下在做那些肮脏龌龊的事情，刚真正被安尼做。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今天你有任何问题，你可以私讯粉丝团，或者是你打电话进来，我们都有小帮手会聆听，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讲，我们能处理的我尽量处理给你们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老邱，你可以问问题啦，来，你发问啊，博宇，你发问啊，来，博宇，你发问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发问。施展哥，你其实讲了无唔对啦，有时候真的是要发泄一下啦。啊，请各位广大的网友跟粉丝、铁粉、酸民，真的是不要见怪了，因为毕竟我也是人，我嘛是人，可是
我说真的，有时候压力到一个顶点的时候，我真的不免其烦的，一定会骂脏话。不然我这两三天我有骂到什么脏话吗？也是没有啊。我尽量不敢教呢，我尽量是不要去骂人家，因为我说觉得你们也不喜欢被人家骂了，我也是不喜欢骂人的，我骂人就很奇怪了。来，那个你的问题很简单，那个琉璃仙境，好，打完了。琉璃仙境，你 Google 一下。哦，博宇，你的问题回答完了。琉璃仙境，哦，琉璃仙境还蛮不错的地方。OK， 来，那个伟燕哥晚上好。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我说真的，以上刚刚我所讲的，如果你有认同的，帮我打2个字认同。我感觉人是以和为贵啦。总结就是人拜托一下，互相一下。我一直在诚心诚意的觉得说，酸敏他是一个可以当一个客人，因为毕竟有酸敏跟我买过东西，我一直在这样抛砖引玉，释出我的善意。你买到的东西，我绝对给你一个好的品质，但是你要给我一个鼓励就好了。这个鼓励的话，我发誓真的有酸敏跟我买东西，真的是有，不是没有。他们私底下那一些酸敏是真的有在我的粉丝团打说加油，还是怎样的？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说一句：如果你今天做的不好，我们还是会压你的。本来就是这样啊。来，那个志国哥，你至于找凯宾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那一趴事情过很久了啦，我也不想讲，那个就顾啊。哦，你可能最近都没有追到，还是怎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今天有新货到，哦。你们想看的，如果你们想买的，想要买聚宝盆的，想要买存钱筒的，想要买花台的，一些风水摆件的，想的帮我打，想1个字就可以了。等你有卖东西，我在了吧？有句话，小弟想送给你参考看看。遇到困难是去解决，而不是抱怨。如果觉得不对，亮过脑粉别嘴。我知道阿大，我跟你讲，阿大小弟弟，我讲一句话啊你帮我打，你认同还是不认同，好不好？来，阿大，我讲一句话给你听。今日人是要来解决问题，不是要解决问题。但是今天我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但是有些人是不想跟我解决，那是不是那些人在制造问题？你这句话我讲给你听的，我说了这句话，你就可以认知说我是想要解决问题的，而不是制造问题，也不想抱怨。但是你要看那些人想不想跟我解决问题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你能保证说我今天都好声好气的，也不骂脏话，也不脱衣服，也不抽烟，那些酸民会放过我们吗？我问你一下。你能跟我保证那些酸民不会在线上再乱开价、乱骂人吗？还是说什么蛙哥、什么蛙哥问一大堆干话的吗？你能保证吗？你的意见我听进去了，我也跟你讲了，我想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问题。好，让人是要解决问题，不是要制造问题。安呢，如果我讲完这句话，你觉得你感觉如何？你感觉安怎？你直接打上来。想啊，只有一个想而已，其他都不想，其他都不爱。来，阿大有推荐东西吃的吗？去到那边你看就知道了。来，阿大，以上我所讲的，你觉得老邱这个人怎么样？帮我打一下看看。还是你跑了？还是你走了？来，俊姐晚上好。咱讲真的啊，今日咱讲嘛是好好啊，想要做生意啊，也是好好的想要做生意的，把好的东西呈现给你们大家。但是你们要买或者是不买，那都是你们的权利，我不能去勉强你们东西。但是身为一个好的直播主，我一定要把我的东西推向给你们。哦，安尼有了解不？想那个家园哥晚上好，来连志晚上好，来分享次数几盖啊？他看这。来，大家晚上好。有新客人进来还不懂，还不知道我是谁的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胖鹦鹉。好，这个封号是广大的网友给我的，哦，就是胖鹦鹉，因为会学主人讲话，那大家都是叫我老邱，好，大家叫我老邱。那这一台直播台是小弟弟我的，
你喜欢的、你想看的，哦，也是一样，帮我到我的粉丝团，帮我按个赞、追个钟，而且抢先看。